怎么了？蔡雅思好像出不来了。那我和你去看展吧。啊？但是你不是要去送什么材料吗？材料可以改天送吗？这么突然？为什么？你说呢？你应该也挺想去看展的，对吧？材料就放你包里吧。变态服，我的最爱。哇！等姐姐很久了吧？你怕啊？叔马上就把你带回家。我来吧。上吗？可以。哎，姐姐，这个必须得要。丢了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结账。你好，一共是628。啊，628。那这个饼干不要了。好的。一共是580。谢谢你请我看展啊，投淘宝里。谢谢啊。你不带吗？我还是算了吧。哦，你觉得不好意思啊？哎，没关系的，你得融入才会觉得有趣，啊。出来玩不要想那么多。你帮我带。啊？我不会带。可是出来玩，不要想那么多。你带不带？带。拿着，拿着。好了。干嘛呀？眼镜。你自己带。